今仔日，就要，就假期就结束。我甲以前的旧同事有约伫台北，咱有开讲。虽讲伊时间真逼，无真侪时间会当开讲，毋过咱嘛是会讲足侪话，拢是做幸运，就是我甲迄个旧同事是有话讲的人。我甲伊拢是心灵上的一种交流。别讲话拢是讲成就啊，啥物，其实拢是讲家己会拄着啥物代志，其实问题拢伫家己的身上。迄种心灵方面的探索，就是有话讲的人。虽然讲伊是台语毋是惯势讲台语的人，有可能嘛足久无讲台语啊。毋过就亲像我甲隔壁的同事共款啊，因为这话题足需要是甲别人讲别人的人生的事，对我来讲嘛是互我一个思想的进步。安尼就知影伊的状况最近的状况。我这旧同事有讲本地伊做家，就是伊的伊较漏水的时啊，伊是跳一个制作人讲甲伊换掉，换掉伊即个编剧。伊这编剧伊想讲伊着有足侪心力拢伫内底，是伊最近剩的上尾一个愿望。伊想要甲即个编剧甲伊补好，想袂到竟然花遐久，嘛是替即个制作人甲伊提示换掉。伊上失落的是拄仔好，我着甲伊有联络，伊对我有回应，咱就搁开始开讲，咱就开始来来回回拢会讲一寡心内话。毋过这摆过一个月以后，伊即马有新的工课入来啊，伊就无像进前心情遐无好。毋过咧，伊的新的工课就变讲进前可能讲无介意做，迄是啥物毕业咯，伊无介意。我讲我足爱做诶，就在人诶，有诶人就是无想要做这题目，拄仔好我就足介意。伊阁有讲有一寡题材伊较无想要做，毋过就想讲就无头路啊，伊就就几冬进前甲伊提示，即马甲伊食转来，食转来，哪会拄着共一个制作人，就是互伊足失落的迄个时，就是甲伊换掉迄个制作人。我即个旧同事就想讲奇怪，这是有啥物信号吗？是要互我学啥物物件？我即马嘛是会开始思考，亲像讲，即摆虽然讲转去外头厝，厝内人拢是母语是台语的人，毋过伊嘛无讲足爱讲台语的，其实就是甲阿爸母老一辈较会讲几句仔台语尔。就讲就是一般人的状况。若讲拄着我姊啊就会讲你莫甲我讲台语啦，我安尼阁爱我的头脑阁爱转若讲
对老人对时代较会讲台语啊。若讲咱拢共源呢，应该是爱讲华语。伊对伊的查某囝，两个查某囝嘛是讲华语，甲伊的翁嘛是讲华语。毋过伊的查某囝有一个较厉害，就是毋免讲逐工拢讲台语，毋过会当去参加台语的演讲的比赛。迄个比赛是困难，袂当无法度准备的，就是看几百图，就爱去讲内底的内容。当然伊表现真好，伊讲的台语啊，迄拢无问题，袂讲客客。随网即个我的孙仔拢是用华语思考，毋过有够巧。拄着台语嘛毋免练习，嘛表现甲做好诶。毋过第二个查某囝细汉的查某囝可能就较无遐厉害的语言能力，就变讲若无定定讲，就较无法度讲啊。就是每一人状况无共，拄啊好我阿姊啊。阮阿姊嘛是共款，阮阿姊伊嘛是讲无需要训练，伊台语就讲毋免练啦，伊就会讲甲袂歹，佫会当做台语的老师。毋过我就亲像伊的细汉查某囝共款，就是爱练讲，随时用台语来思考。去加看一寡台语的物件，加听加看，较有法度讲甲讲台语袂互人听甲足痛苦的。每一个人状况拢无共，毋过咧，就变讲大家用家己的想法去甲人想要去改变别人，亲像讲。阮阿姊啊，就希望我讲华语，因为伊安尼较方便啊。伊甲我甲我斗阵的是，伊毋是要练台语，嘛毋是想要听着台语，伊的目的有可能是要甲我交流，感情的交流。伊就希望讲，你就莫搁安尼用台语讲啊，你会使互伊头脑安尼休困，就变讲每一个人拢有伊的道理，听起来嘛足有道理。毋过咧，这世间的代志都毋是对甲错两个会当选尔，毋是一个要试落理落的一个button，两个互你选一个，毋是即种黑甲白，嘛毋是讲0到100，其实毋是。内底当然我嘛有考虑，亲像讲若甲一寡人讲这心灵足深，对方就听台语可能嘛听甲无遐尼好，我就会讲不要紧，就用华语安尼，就当做是。迄个时阵就讲2、3句台语就好啊，毋免规篇。当然每一人拢是为家己的立场来出发的。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你讲中国要甲台湾统一，伊嘛是为伊的立场出发。毋过我的立场，我是台湾的立场，当然就甲对方的立场无共，就是一个1箍5箍，即个拢有两个面，咱爱定定看着有两个面，就算咱即马敢若看会着一面，看着人头，也是看着数字，毋过咱爱知影讲，佫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毋是讲去啥物拢顺别人，安尼其实你若顺，讲莫有冲突，就变做讲，
无法度去坚持一寡代志。毋过有一寡代志其实就需要坚持，就亲像讲香港的艺人何韵诗吼，伊就是爱去坚持啊。伊若今仔无坚持，讲啊不要紧啦，我甲你讲啊，这香港政府嘛有伊的想法啦，安怎搁安怎啊？你嘛爱想着有诶无嘿，啊变成安尼想，伊就变做甲一般艺人共款啊，就讲啊不要紧啦，我莫坚持啦。吼，这社会就是需要无共款的人，吼，有人伫坚持，有人讲啊莫安尼啦，莫甲人为难啦，吼。啊嘛有人就是拢无即个意识，就是无即个意识嘛拢足济。啊，即摆会当做诶，就是知影讲，知影讲这一切啊，其实是一个教材，吼，毋是讲即个受害者，我是一个受害者，别人做超过，吼，莫阁用即种思想来去思考，安尼会出问题。就讲着讲，我诶日子吼过往去啊，就因为着癌症过往去啊。毋过因厝内诶人，我诶即八兄哥吼堂哥，即八兄哥，伊做想去，伊想讲拢是阮即群人无友好，互因阿爸足严诶，严甲背后拢是无快乐，阁破病，伊无法度原谅，变讲伊有伊诶立场。啊，为即项代志，我就开始思考，就是讲，咱一个人若讲心内有结，心内有结以后，看啥物代志，拢会用即种无爱原谅别人，是别人做毋着代志，即种角度来思考。啊，毋过变成讲因一直做怨叹、做气的，啊，毋过另外一边就是替因讲不孝的，这其他的兄弟姊妹，伊嘛会想讲，奇怪是恁伫找麻烦啊？阮嘛无讲无友好啊，恁嘛无偌友好啊，友好即项代志是，嘛毋是讲摕这友好来做人生所有的标准嘛，变做讲两边拢无法度去，拢无法度有讨白，拢无法度讨白，有一个做婚的，有一个其实嘛知影对方做婚的，啊嘛会无欢喜啦，讲我嘛无做啥物代志，我无对不起即个老李的，就是变做是安尼。这互我的启示就是讲，咱的思考方式，就是爱做一个改变，会当有坚持，毋过坚持就莫讲变做一个甲。每一人当然拢有伊即马想要做的代志，有伊重视的代志。你若讲意识有的人意识搁较可能意识搁较济，讲台独的意识啦，啥物意识，拢有啊，其实拢有。会当做的，就是讲，知影讲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即种关系要安怎去处理别人甲家己的关系，上重要的是去了解家己，去整理家己，上重要的是家己爱安怎想，安怎去思考。我的旧同事有讲啊，讲其实70分，伊即马伫学的，就是学讲70分嘛足好啊。进前可能就是
伊对代志想要做诶代志足有热情，想讲是伊一生中诶事业，一生中诶想要做诶梦想，愿望。伊想诶拢是讲，啊无就是放弃，啊无就是做甲100分。即马伊会开始想讲，70分其实客户嘛看甲欢喜甲我诶剧本，我嘛袂讲身体都拍歹去，嘛有一寡时间会当过家己诶生活，会当去思考别项物件。这有可能就是一种平衡。对我来讲，就是讲，对我来讲，就是其实这就是一种艺术，毋是讲，你袂当安尼，袂当讲，为着要加练台语，你甲人影响着，毋是用这种想法。若是用这种想法，其实家己的心嘛足硬的嘛，讲怎会，都对家己都有一种负任的一种感觉，因为你就是甲家己打一个体格，打一张纸条仔，讲我讲台语，就是甲人影响着，敢若会当伫倒位讲，敢若会当伫拢做爱讲台语的箍仔内底讲尔，就变讲你着搭一个条仔讲，我做毋着代志啊，这当然有影响啊。毋过嘛是爱看互清楚，看互清楚讲，这其实台语无台语，这只是一个课题，只是一个题目。其实伊要考的物件毋是这，就亲像讲咱写题目，出题的老师有可能讲阿明啊去市场买牛奶，安尼摕偌济钱，别人走伊偌济钱，等等。伊当老师真正要考的是阿明要鸡卵吗？买牛奶吗？今仔日若讲换做一个题目，有可能阁变做美凤啊，毋是去市场买物件，有可能去点名，点的有同学阁走出去。即马教室内底剩几个人，嘛有可能是安尼考，毋过有可能考的题目内底想要考的物件是共款的物件，就变做讲进前无法度过关的人生的事件，会一再重复，因为就是伫考试嘛，就变做讲。咱爱看互清楚，讲其实一切拢是咱甲家己的关系。咱安怎，咱安怎伫这人生中，互家己过了舒适。这种舒适毋是讲我着不爱追求啊，我着安尼，人讲的躺平，其实毋是安尼。其实是。知影讲，其实足侪代志是共款的，就是讲足侪代志，伊显示出来是共款的一个道理。意思是讲，莫看着台语的本身，讲这台语安怎这一群人安怎，无即个意识来会，着甲因纠缠，讲伊会后悔，毋是看着这阿平要去市场买牛奶买卵，讲这卵安尼摕转来可能会弄破安怎，毋是看着这本身，是看着迄个道理，即个道理是无形的，而且是超脱内底的角色。这个人甲迄个人，我甲什物人，变讲看代志，就是会透过
我甲迄个人，即两个人，即两个角色讲啥物话，吼，拢透过去，就是讲看着背后的物件。这就若亲像讲，咱看一出戏，吼，四楼的天堂，吼，啊，咱就看着，即个拳头师傅，伊安怎个安怎，啊，这人阁安怎个安怎，毋过背后的物件，吼，咱就是虽然看着戏，毋过咱看着背后的物件。咱看戏剧会当安尼看，毋过定定看着咱家己的人生，就陷伫内底讲，即个人安怎，就是即个人的问题，我着无安怎。着看代志变，爱训练讲搁较深，搁爱看较透。看透的意思，毋是讲煞煞去啦，都无效啊。毋是即种无奈。看较透意思是讲，就亲像看戏剧共款，看着这故事即个角色，伊背后伊想要讲啥，即种代志想要讲啥，就是这需要去训练，因为敢若有安尼较袂定定想讲，这个人伊若无伫的就好啊，我着问题拢解决啦。其实有问题的毋是即个人，有问题其实是背后的物件。毋过安尼想想的道理拢知影，今仔转来的时啊，着去买物件。买物件时，就是去专人，拢用台语伫讲嘛吼，其实嘛无讲几句啦，因为介绍着迄几句尔。毋过就是迄店员着讲，会使讲中文无？我着生气啊！我讲，一开始生气着开始用华语，因为头脑内底，做毋免去思考的，当然就是华语安尼。毋过我着讲，你哪会管我讲啥物语言？讲想想毋对，这华语紧来转。我着讲，我台湾人哪会袂当讲台语？有诶袂着讲足大声的，因为想讲伊顶摆嘛安尼，这摆阁安尼，想要互伊知影讲，我就是袂爽啊。当然这，毋过无去足久啦，因为久啊，就知影，就是，迄个时会生气，想要表达讲你安尼做，我会掠讲，我会无欢喜。毋过袂讲，气足久的，气足久对家己当然无好啊，就是代表讲我阁无法度行出去，无法度甲即个情绪，变讲这着变做一种情绪，着藏伫心肝底，其实这只是一个事件，要互咱看一寡代志尔。嘛是因为讲我会生气，铁使讲，我本地若讲看一寡台文的物件，去写作业，拢会想讲，哎呀，无莫看啦，去看华语的足轻松，人嘛物件嘛足侪华语的影片啊。文章啊，安尼，就甲以前共款，安尼足轻松，毋是足好吗？事实上，足侪人，足侪本地会晓讲台语的，足侪人拢是共款啊，就是伫社会上华语介好用，文字看着嘛，拢是华语的文字嘛。有人就会想讲，其实华语就足好用啊！你若叫我阁去转台语，我着阁无识啊，生疏去啊！
毋过因为有即种刺客，就是不时有人会讲请讲中文即种刺客，互我讲知影讲白当虽望讲看华语较轻松，看台文实在是我即摆也袂遐顺看会着无耐心拢会安尼。甚至讲讲台语即摆是较好，较袂讲讲台语足艰苦，互脑筋就是一个折磨即摆较袂安尼，讲头壳内拢爱拢安尼像震惊共款对有一寡人是安尼。对一寡来台语房的人毋过伊平常时拢讲华语，伊就讲安尼讲伤济台语，伊袂当，伊爱休困。我即摆是会当讲，无想讲讲足济台语，我要休困、休喘一下，也袂到安尼即摆较实练就是亲像讲我用台语来讲日记，就会当讲规篇的。就一直讲，无想讲这头壳内要拍角无即种无安尼。毋过若看华文当然嘛会安尼，就是别人讲台语需要休困我即摆是讲看。台文需要休困，爱休困足久的。毋过就是有一寡刺客会使互我讲，搁较知影讲着我搁爱拍拼。这其实嘛，毋是啥物人的毋对，就是毋免甲这代志看做讲就是即个店员，我以后莫拄着即个人就无代志啦。别人拢袂晓别人拢袂安尼，就伊安尼尔，就甲问题当做是迄个人的问题。安尼其实是无成长的，较无成长。我即摆就知影讲，这对我的意义就是时常就知影讲，我搁爱去，我搁爱加强啦，莫讲迄。做疏忽咧，用华语看华文，就较疏忽安尼就会，就讲不要紧互家己放假，家己放假。就是尽量知影讲，莫放假啦。你若放假放久就冷去就可能讲，就惊。家己讲袂当冷去，语言语文的物件，就是爱定定练习。虽然生气，若是互我搁较愿意付出时间学费，互我面皮较搁厚，去加找人练习，这是好代志。毋过若讲。这生气是去怨恨，就变讲日子一个火伊去怨恨，怨恨的对象是人，毋是家己，是一群人有名有姓人，变做讲伊就想讲，就是即群人安怎搁安那，变讲伊就需要我靠即群人有名有姓，这家己回失咧甲伊透开，伊较有法度去解脱。毋过，就即阵人就是无法度，就是较无法度照伊的意思去做。安尼毋是，迄个教是愈教愈深，愈教愈严重。就亲像讲，我若甲我囡仔跳店员去讲，会使讲中文，会使讲中文无我若
对象吼，讲就是伊即个人的毋对，伊为虾物爱安尼？伊安怎去调查即个人啊？有诶无诶？啊，毋过即个人伊安尼想，我甲伊嘛无啥物关系，我是无法度去改变伊诶思想，啊，无法度改变，我搁甲问题认为是即个人吼有名有姓，即个人，安尼我要等到啥物时，我较有法度解脱，较有法度讲，甲心结甲伊透开咧。毋过我若今仔知影讲，即个人去出现，吼去讲即句话，就亲像讲电视会播的戏剧，四楼的天堂顶顶吼，后伊找一个人来搬即个角色，搁找一个人来搬迄个角色，讲一寡代事。其实这问题还是道理，甲即两个人是无关系，是伊背后要表达啥物。就亲像讲，我去解决有冲突，我会去想讲，这背后的道理，对我的意义是啥？就是袂讲一直讲要找一个公平。即马我日子一家伙啊，就想讲为何天公伯啊？对好人就是因做友好，友好甲就是毋知要安怎形容吼，形容友好甲做真棒的人，保护因一个公道，啊，其他不好的人，哪会阁过甲遐好，阁遐欢喜，遐厚面皮安怎？就是变做讲，若一直伫等待这对象去觉悟，去悔改，这真正毋是一个办法啦。每一人袂讲为着你安尼怨愤，就去做改变。有可能讲，因为交情，因为你愿意讲出来，伊去做改变。即举一个例啦，就是第一公司有一个同事，伊台语嘛足好诶，我听过伊甲别人讲台语，我知影伊台语诚好。毋过每摆我甲别人甲别人讲台语，伊拢有意见，拢会讲你讲你为虾物要讲台语？毋是对伊讲话，伊嘛有意见。迄是本地甲伊有交情，一摆两摆我阁会当笑诶，就讲我着开足侪钱去找家教啊，安怎？我当然就是做委屈，讲我着伫学，无你无甲我鼓励，安尼阁甲我泼冷水，毋过第二摆伊阁共款，阁愈严重，讲阁一直用华语讲，讲你讲啥我听无安尼。其实我甲伊无交情，变讲迄个是交情，应该着火花去啊。变讲咱两个就开始无讲话，伊看着我就开始讲落衰，哪有遐衰的代志？伊一定想讲是我即个人的问题，讲无好，阁要硬讲，我毋知伊伫想啥。有可能伊就是嫌我讲无好势，哪会阁一直讲？伊就想讲袂当安尼。安尼变做讲。因为我即摆甲伊无交情啊，嘛无法度讲有机会去讲话，我无法度改变伊的观念，甚至我嘛毋知影伊为虾物就是对我讲台语就足有意见，是讲较无啥好势啦。有的人就是甲耳仔牵落，伊可能无法度，就爱出喙来阻挡。就是讲，甲伊有冲突以后，因为无交情，我若要等待伊讲后悔甲我讲好喙啊，实在是等无，真正等无。
伊迄时阵甲我刺客时，我哭甲足伤心，摕卫生纸安尼哭。我嘛甲伊讲，你迄时阵我伤心直直哭。毋过伊嘛想讲，你是啥物意思？是讲我甲你欺负，有可能嘛颠倒无欢喜。我是毋知，就变做讲无即种一个交流吼，无即种管道会当讲，会当沟通的管道之下，我若伫遐等待咱会当讲去和解，会当了解，其实都是做恶的。佮讲一个同事处女座迄个同事，就是足明显的咧。伊迄时本来甲我诚好，毋知影我讲啥，甲伊刺客着。我到今仔日我嘛毋知影，安怎伊就对我突然间怨恨甲，就是要甲我为难，都做亲像迄个是日子搁伫诶时，伊就有一寡话想要讲，伊想要安怎，毋过伊搁无法度讲较足明，无讲白咧，变做讲伊就为难我诶阿母，讲这嘛袂当，迄嘛袂当，我连甲你报路我拢败，我就甘愿看着你伫遐苦啊等。当然伊即种方式，我阿母是无法度理解，讲伊想要创啥？伊背后伊到底是望讲是阮翁直接出面甲伊讲，伊有一寡诉求想要甲翁讲，还是安怎？因为伊用即种互人空啊等，人就想讲就足歹心，足无良心的，足无体贴的，袂想讲有啥物诉求，因为拢无讲嘛，用即种表示，就若亲像讲迄是处女座迄个同事，伊就对每一项拢诚好，佮请逐个食物件，就是甲我，佮有一个同事闹交去，有可能是。足久以前，我甲迄个同事伫对话之间，甲伊伤着啊，嘛有可能，我是用药的。毋过伊就无讲无讲我哪会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敢若想讲，这个人真正是足无良心的之类的。意思就是讲，咱无法度去期待别人去改变，像讲关系拢一直拍歹去，更加无可能。我即个处女座的同事，伊是伫要离开公司的时，较开始对我诚好，伊可能就开始放下。毋过我嘛毋知影讲伊到底是倒位袂爽，是我讲倒一句话，伊听得足插的。我当然嘛想讲，我迄时阵讲嘛无特别讲伊安怎，当然大家立场无共嘛，听起来就亲像讲，店员讲我只是讲请讲中文，伊就嘛会晓讲华语啊。奇怪，伊有需要安尼吗？有需要遐激动吗？舞甲亲像我安怎？有可能对我来讲，你讲请讲中文，就是一种讲。你台语讲无好，我听无，听无你会使问讲，无你会使搁讲一摆，我听无，我当然即种方式我就会用华语搁讲一摆，当然会啊。伊若直接讲即句我听无，毋过因的方式我拄着的方式拢直接讲请讲中文，就变做我甲迄个处女座的迄个同事共款啊。有可能就是，我讲这话，我想讲这无啥，亲像迄店员安尼想，毋过就甲伊插着啊，插着以后，伊就变个变面，变面我嘛想拢无，有可能伊嘛有伫期待讲我有一天认错，讲我不该讲啥物话，
啊，毋过我嘛毋知影到底讲啥物话。啊，我迄时嘛一直去期待讲，我着对伊较好咧，我都较细腻咧，对伊讲话拢足客气诶，看伊有一天会歹去无？迄时我阁有即种期待，毋过呢，最后，啥物拢无成功，就是等伊要离开公司，家己看互开，就安尼尔。就是讲，有时阵咱若去依赖即个人，伊会使讲会心咧啊，创啥？定定拢是拢等袂着诶。毋过咱若讲去，咱看到诶是这事件背后即个道理。即个道理其实咱若家己想互，想互开，想互透，想互透以后，即道理着藏伫咱心肝底咱嘛袂讲搁气甲。所以上好诶方式当然着是为这背后诶道理去下手，毋是对即个人、迄个人。迄人是无法度互你如愿诶啦。著你想要迄个人你去期待迄个人后摆是安怎诶方式，亲像讲这店员，我若讲以后看到这店员，希望讲伊着莫甲我插讲我讲台语安怎，毋过伊嘛会袂记有可能伊搁一摆骂讲共款诶话。这店员伊嘛甲我期待讲，这人客会当以后拢讲华语无？伊就是讲台语，我着常常听无我阿公阿嬷诶台语我听有伊讲台语就是怪怪伊对我嘛有期待。安尼其实若期待特别诶一个对象就是讲某一个对象这定定拢是足食力诶。而且你会足惊吓，讲今仔搁会拄着即个人呢。像我迄时去公司上班看着迄处女座诶同事，伊安尼行过来，伊看着我，伊嘛足惊。我看着伊，我嘛足惊。咱两个拢伫咧期待，伊伫咧期待我即个人，我嘛伫咧期待伊迄个人做啥物改变，甲咱之间透互开。毋过今仔咱若看到诶，就是背后诶道理，咱想互开，想互透，知影讲这道理其实就是安尼个安尼，毋免去期待迄个人有啥物无共款诶表现。伊今仔表现安尼讲即种话，讲迄句话，拢无差，其实拢无差，因为咱拢知影道理。就是亲像讲，咱爱期待是咱家己去做改变，毋免去期待是别人照家己诶意思。就是希望讲家己会使讲，愈想愈会当讲，互家己袂讲愈想代志是愈顺利。人生诶顺利，毋是讲每一个人拢听家己诶意思，照家己诶意思。有亲像讲，我实在迄个大小姐，千金大小姐厝内有一寡钱安尼。其实伊嘛定定感觉讲，这世间着无顺伊诶意嘛。伊有讲过阮翁，讲阮翁讲你莫看我是你诶表小妹，着用即种态度。我伫咧公司毋是你诶表小妹。意思伊会安尼想，当然就是伊希望讲，大家家己尊重，大家听伊诶话。变做讲，就算伊是一个头家囝，伊嘛去期待望别人拢去改变，顺伊诶意。毋过当然就是
无逐个拢安尼，变讲伊嘛有想讲，哪会使安尼？变讲伊毋是讲真正伊的期待就是足顺的，伊嘛拄着无顺。嘛有人就是会掠伊上去，无照伊的想法去做，这就变做讲一个人的人生安怎算顺利？其实毋是讲真正每一个人拢听伊的话，这叫是顺利的人生。连头家囝有可能做官要做主管，伊袂替人委屈，伊的表现逐个拢看会着因为伊是头家囝嘛毋过伊嘛变做讲，虽然伊表现逐个拢看会着，而且佫加分，毋过伊嘛会拄着伊感觉无顺，无顺人生无顺，无顺就是有人无照伊的心意，因为伊的心意就讲这道理就是安尼，就亲像讲，阮伫一个家庭，因想讲友好就是上重要的，阮上友好，别人就遐无友好，敢若知影钱尔。对因来讲，对啊，这道理就是伊的道理，伊感觉家己上有道理。毋过，若别人的立场当然是无食这套的，嘛无信道别人就无信道。若无信道，是毋是人生佫无顺啊？咱就莫跳脱即种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爱顺，毋是讲今仔我想要做啥物代志，这宇宙拢甲我配合呢。每一人讲的话拢是我想要因讲的。虽然会当去认为做乐观，讲这世界就是遐好就是我就是导演当然会当安尼。毋过呢，即个内底嘛有一个基卡，有一个关键，就是讲咱想的导演是家己的导演毋是讲我一定爱别人安怎这个人就毋是即种立场的人。你拢强迫讲伊去讲一寡伊袂讲的话去安尼期待当然会袂顺啊。就亲像讲即摆想要大家突然间乡乡之间拢做有意识的，每一个人拢总爱讲台语的讲华语就讲别当每一个拢亲像我安尼这种代志即摆是无法度就是爱做这种导演，可能毋是爱做这种导演我要做的导演人生的导演顺利的人生毋是安尼，是安怎呢？是讲看到这有希望无就讲就算是有人去讲请讲中文，我嘛会想讲这就是一个戏剧内底，就是要互即个主角搁较认真，搁较拍拼咱戏剧定定都找一寡一寡歹人的角色甲主角踢笑甲伊惊体伊目的当然就是讲背后这主角会成功去互人刺激着观众嘛讲对，你看这个人迄时阵甲伊踢笑即马落水就是讲我爱甲即种物件当做讲其实是有即个用意的毋是讲我人生爱顺，就是逐个拢点虽然讲我迄时阵表现甲店员伫遐呛，我嘛是希望讲第二摆、第三摆你莫阁一直讲共款的话你着互我自由互我讲台语安尼毋过呢，毋是讲逐工去期待讲即个世界拢变甲足顺利我较行出即个房间门毋是安尼，是拄着代志我会当甲伊
当做一种家看透透。看讲这著是戏剧内底为着要互即个主角讲有一个觉悟啊，啊无就是讲有一个想要拍拼莫阁知影讲即摆其实你无紧学好无加练台语是会替人走动的有可能就讲台语讲啊无顺啊、磕磕啊，别人拢会开喙甲你走动。会想着这就讲白当我爱加练习啦，我今仔阁无练习安尼白当。嘛是一种代表意义，是对家己有正面的意义。安尼认为这是顺的，人生的顺，其实是家己去定义的，毋是讲大家拢像家己皇太若皇帝咧。这种叫顺，这种顺是做歹得到这种顺利的，去来找，是找无的。你讲习近平，就算是习近平，伊遐厉害遐厚，伊嘛需要找人去网络甲批评政府的一寡言论，甲伊杀掉啊。毋过嘛无法度拢杀掉，嘛是有人有法度去做 YouTuber 啊，讲有人讲啥物伫要枵死啊，伊嘛无法度拢做顺甲讲拢无即种声音走出来只是讲时间的长短啦，可能出来几分钟仔就替系统替工作人员杀掉，有可能替人检举。毋过若这声音一济，就笑满溪啊，凊彩看坏就有啊。你拢要杀掉，无遐顺。就算是习近平，伊拢无法度讲，互即个世界讲的话拢顺伊的心，拢听到的拢是伊想要听的。咱甲习近平的即个坎嘛差诚远啦。变讲，就莫做这名望。咱的人生顺利，毋是讲每一项代志拢是为家己服务，顺家己的心。每一人讲出来的话，拢是做好听，听甲做爽的，毋是顺利，就是拄着啥物代志，就想讲这对我的意义是啥物？其实就是一个校正，是一个戏剧的手路。为着要互即个戏剧有啥物效果，就是安尼。